近啊，好多粉絲喺後台問我買黃金究竟要點樣去揀。今日咧我就整理咗後台大家常問嘅問題，同時間咧就分享俾大家，教大家點樣去揀。第一個啊，就千祈唔好買一口價嘅黃金。一口價嘅黃金咧，佢就工藝靚，所以咧工藝費咧就會比較貴。折算到每克嚟計啊，哇，一克啊真係貴到好誇張噶。要買就要買明碼標住克數，再按照當日嘅飾金價去計，咁樣就唔會買貴啦。第二個，我就要教大家睇你哋買咗嘅黃金究竟係咩材質。咁今日咧我就教大家睇字印。如果係足金嘅話咧，佢入邊會印住 AU999或者 G999，或者咧係印住足金999。咁如果咧佢後邊嘅話咧加住 KP 或者 GP 嘅話咧，就代表佢係鍍金嘅。後邊咧加咗 KF 嘅話咧，就代表嘅話咧佢就係包金嘅。咁如果更加離譜嘅就係入邊啊乜都冇印嘅，就印住幾個數字4條9或者3條9，唔使講啦，佢基本上咧就可以判斷佢就係假噶啦。第三個啊，好多人問我買手鐲究竟要買實心定係空心？我同大家講咧，如果你唔在乎價錢嘅話，就梗係買實心啦。因為個咧空心手鐲咧戴耐咗之後咧，佢容易變形，變形咗之後咧佢就修復唔到嘅。但係實心咧就唔一樣啦，就算變形咗之後咧，你隨時攞嚟修復咧，佢都係 OK 嘅。第四個啊，鑲嵌類嘅黃金首飾，我亦都唔係太推薦大家買嘅，因為咧除咗入邊鑲嵌嘅，如果係翡翠仲值錢嘅話咧，如果入邊係鑲咗嗰啲鋯石啊或者珍珠呢一啲唔值錢，但係嘅話咧佢個工費會好貴噶。如果到時回收嘅時候啊，你要剔翻入邊嘅材料重量出嚟啊，咁你嘅黃金重量咧就會大打折扣。第五個啊，買金手鐲咧盡量唔好買搭扣嘅，包括咧之前好多人買嘅龍鳳鐲咧個扣咧都係 K 金嘅。但係而家咧就升級咗，好多咧都係做足金，所以你買嘅時候咧一定要問清楚店員，千祈唔好用咗賣黃金嘅價錢去買 K 金啊。第六個，買黃金嘅時候咧，唔好一味追求5條9或者追求牌子去買。講一個真相你知啊，你去回收嘅時候啊，人哋唔會理你係咩牌子嘅，只會驗你個純度同埋按照當日嘅金價去計。以上買黃金嘅6個注意事項，今日雪梨咧都同大家去分析晒啦。咁如果你仲有咩問題嘅，都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知噶。